国家卫生研究院监测发现，讲云林北港有天狗咧探白网。县政府是表示，讲9月底已经大消毒，嘛向中央来争取300多万的经费，要来讨这个网啊。民众伫咱顶悬钻空，要避免积水生网虫。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最近的监测，发现云林北港镇有埃及灰卡蚌咧生炭，民众听到拢赶紧做好防范。有积水可能要倒掉嘛，然后多让积水容器晒一点太阳，就不会有蚊虫滋生嘛。你讲的阵，伫咱遮咱并无发现，咱嘛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粒有，咱嘛唔知伊去倒一粒菜样的。只是讲咱嘛是全面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处理安尼。云林卫生局表示，虽然县内今年也未出现本土天狗热个案，不过嘉义、甲彰化、各其他县市拢有传出病例。环保局北港清洁队伫9月底嘛已经伫规个北港镇完成全油的工作，即摆嘛提出清除计划要应用。中央也要求我们云林县政府提报一个针对北港区域的这个埃及斑纹的一个清除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也提报了336万的一个计划。卫生局表示，北港的游客多，所以有搁做探白网指数调查，抽检较高积水生网虫的所在，伫9月底嘛已经全部清掉。所来会搁执行埃及灰卡蚌清除计划，加强巡检、消毒环境，呼吁民众做伙防治天狗热。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